TVB 馬來西亞星光薈萃頒獎典禮2016獲提名最喜愛 TVB 電視角色嘅包括城寨英雄胡定欣飾演刁蘭。嗱，洗剪恤、掛面按摩套餐全部加埋2蚊。咩啊？2蚊？抵到爛呢！我條命喺我自己手上。你終於承認你為組織做緊嘢咩？你專登喺香囊入面放啲斷腸草，等我諗翻去殺權佬嘅龍頭。我條命預咗還俾你嘅，你當係可憐下我，你俾我留喺你身邊。請即透過官方流動應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為各個獎項投票。神級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將演技與魔法結合，選出你最喜愛角色。